安南区12殿南天宫主祀地府千岁，每年的农历6月18，庙方拢会举办盛大的地王圣诞的庆典。上午9点，由着管理委员会主委吴顺德带领庙方的技术人员举行团拜祝寿大典，场面盛大。贺寿，再贺寿，三贺寿，升。 再拜，归，贺寿，再贺寿，六贺寿，升，三拜，归，贺寿，再贺寿，满贺寿，升，礼成礼拜。 接续还有各有奖、交背景以及各社团团拜祝寿，包括今年的老主、12殿南天宫的宋江殿、安定国小殿，还有华文、四草、13殿，甲着后红等将近30-40间的有奖、交背景来参拜，场面热烈。今仔是农历6月18日，是阮12殿南天宫恭祝地府千岁圣诞千秋地方生。 相关的庆典，目前这时就是团拜祝寿大典。下晡2点半，阮有准备这个素食平安卤面吼，做好食。要来互所有的善信大德下晡要来恭祝地府千岁圣诞，要来过伊的七彩平安桥，要来祈安祝福。之前先食素食平安卤面，食后饱，然后过七彩平安桥，坐。 这个善信大德，暑假期间士大人拢会带囡仔，囡仔带士大人，安尼大家安尼一家带来做伙，来拜拜祝寿，来甲地方讲参拜，嘛来过地方讲的七彩平安桥，会当安尼祝福大家合家平安，身体健康安尼万事如意会当宏图大典，会当大趁钱。除了上午的祝寿大典，另外12殿南天宫。 下午还阁准备素食的卤面，甲着圆要互民众来食平安，以及免费的过七彩平安桥，甲着精油，为民众来消灾祈福。因为每年的地王圣诞活动拢伫个暑假期间，因此嘛吸引袂少家长带着小朋友前来参拜，过七彩平安桥，人数超过2000人，非常的热闹。台南新闻林跟采访报道。